继续来看经济部下底台电、台糖、台水甲中油，今仔日举行新进员工的考试，今年差不多有21000多人报名，按算要录取826个人。头一届考试有来考的比率是51.88%，是创下3年的新低。 在考场内底，详细听市场人员解说考试规则。这是经济部所属所有机构，包含中油、台电等机构所举行的新进职员的考试。13节起，在台北、台中、高雄甲花莲市考区15个考场举行初试。 相对比较稳定，然后等于说人生后面就是固定吼。这派招考的对象是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人，性别甲年岁拢无限制。 全台钦21662人来报考，按算录取826人。不过第一节考试只有11238人报考，第一节报考率只有51.88%，创近3年来新低。选球员平均录取率为原本的3.81%求悬到7.35%。 考生正式录取了后，薪水每个月按算付44000到45000块。上一份工作大概3万多的薪水，考进去起薪就是4万多，那可能接下来还会再加。不过，即马欠工的问题真多，台电除了透过考试招募新人，丰城台电委外包商也面临欠人。伫经济部甲劳动部协商了后，会透过包商引进移工。语言上面大家要先沟通嘛。台电来讲，它确实是一个要专业技术的，那它必须要去考得证照，所以也会辅导他考证照。台电表示，除了协助移工考照，也鼓励委外包商，让移工比行情较悬的薪水待遇，希望留住人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